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来到了嘉义。嘉义在2次大战末期和战后的初期，有很多移居当地的客家人，因此嘉义客家人虽然不多，但是推动客家文化不遗余力。以客家文物馆来说，就有很多客家人捐献文物，让典藏非常丰富。原本闲置的烟叶厂，现在变成了嘉义客家文化会馆，里头更是特色十足。这里是，这里是我们的古文物。烟叶高挂，要说明以前嘉义也是烟叶的重要产地。民国52年时节，最多年中人咧，那这位吼，请下咧总部上方连就500人件咧，该烟叶。古文物也不少，像是土龙就是镇馆之宝，而少见的米溜在这里也都看得到。那个米糠跟那个糙米，我们放到这个米溜上面，优良的米它会往上面流下来，那个碎米啊，还有米糠，它就会往下面走。那个我们大大小小的文物超过了180件，而许多客家古物都很有意思。客家人的木锹跟原住民的不一样，原住民的他们是用这样捣的。我们这个是用这样打的，按虫啊，出去了。狮嘴可以开合的客家狮有什么特色呢？文物馆一一说明。客家人讲人都开口狮，客家人的狮，客家人的狮就是他的嘴巴是四四方方的。这里除了典藏文物，也让大家学二胡。馆方用铁罐自制二胡，虽然很简单，但学生一样兴致勃勃。大家都是新手，但是拉起客家歌谣有模有样。他们希望客家文化能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被发扬。想要更了解嘉义著名的客家诗，还有农具土龙，现场还有彩绘 DIY， 让民众体验。自己调配颜色，自己动手做，这样一来，游客就能够把客家诗的印象牢牢地记在脑海。而文物馆内也有许多客家妈妈自制的商品，能够买回家当伴手礼。文物馆内还有文创商品 DIY， 也有丰富的馆藏，就希望到访的游客能够了解客家历史的发展轨迹。方口大开，土龙转动，儿时客庄的点滴穿越时空，鲜活展演。几片烟叶翻动流金岁月，二胡的乐声轻唤感动时刻。